先来看最近一天比一天较热。气象局今仔嘛发布高温资讯，受到西南风影响，台东已经出现小风。昨晚花莲的玉里嘛出现39.1度的高温。气象局是表示讲，明仔载到礼拜日哦，佮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，天气拢无啥云，所以全台湾的紫外线指数较悬，尤其是北部花莲佮台东嘛可能会出现38度的高温，所以出门都爱洗哩，嘛爱随时补充水分。 热人出门，行伫路面，真侪人拢举伞咧抓日。天气热翕翕，气象局预测拜五到礼拜这段期间会是上热的时阵，甚至有真侪所在拢有机会出现38度的高温。其中在桃园以北、花东纵谷一带呢，我们提到是有37度以上高温出现几率。那大概在比较高温的地方会出现38度这样的情形。 气象局表示，受到太平洋高气压的影响，全台湾紫外线指数拢偏悬，佮加上天顶无云，所以全台湾拢有机会出现高温。另外，受到西南风的影响，闪方面的台东已经透小风，拜四中昼左右，花莲的高温警示是红色的灯号，有可能连续出现38度极端的高温。 那在周五到周末的这段期间，也就是最为炎热的时期，其实高压的势力影响是比较显著的，所以在午后热对流的发展上面是比较限缩，中午过后的降雨也是比较偏少，集中在山区。而因为这个高压的影响呢，整体的环境都是偏晴朗，去加上一些地形的效应，特别是像是花东纵谷地区一带哦，那可能在比较偏花东地区是有一些分风的现象，会发现。气象局表示，这么热的天气会维持几日天。 后礼拜一开始，受到东南风甲太平洋高气压向北边线的影响，全台湾水汽甲云量会慢慢变高，气温才会对咧下降。提醒这几天有要出门旅行，也是伫日头骹做事的民众，爱加啉水，避免着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